你手受伤了，我帮你看看。脱臼了，忍着点。你是学医的？对，学法医的。法医？你一个学法医的，你就能过来当医生，就能救人了？你放开我！啊！哎，我都听到了啊！法医怎么就不能救人了？为死者言，为生者权，你没听说过呀？我看你这种人，听了也不懂，不懂也不会问。本姑奶奶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，意思就是说，还死者以真相，对活着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救助，懂了吗？你不懂回家查字典去。你有病吧？你哪来的疯女人？信不信我？信不信什么？疼，没事。啊！走吧。你等一下，我拿小鹿的包。他肩膀接好了。哇，好厉害！在执着的追梦中向前一步，在执着的追梦中向前一步。脚下是曲折的小路，是荆棘的丛林。脚下是曲折的小路，是荆棘的丛林。向前一步，有峻险的高峰，还有条条湍急的河流。向前一步，有峻峻不对，身为一个 coser， 我们一定要做到100%，99%那都不算 coser。来，慢慢的颠，肩膀不要太紧啊，不能耸肩。很好，来加油，手腕持平，稳稳的。小鹿和蔡雅思都不接电话，真的是好不容易开个会，一个二个都不来。看来我这真的是要后继无人了。早知道大家都不来，我也不来了。你瞪我也没用啊！就我俩的才艺，校庆上台只能表演吃薯片。啊！你怎么连半点才艺都没有啊？我要你这个社员有何用啊？没有我，现在连一个在这里陪你发呆的人都没有。再说了，至少我还来了，你怎么不去辱骂那些现在还没有来的那些社员？我来给你讲解一下啊。蔡雅思要准备上台演讲，小鹿估计羽毛球社那边也在想，还剩一个赵范舟了。赵范舟。